自2025年1月初十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遵照上主的心意服侍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利未记第10章第10到20节。亚伦的囝拿达甲阿比户提因家己的香炉，对火甲香伫上主的面前献无神圣的火，毋是上主命令因的。有火对上主发出，甲因烧死伫上主的面前。摩西对亚伦讲：上主捌安尼讲，亲近我的人着尊我做圣，伫全体人民的面前，我要得到荣光。亚伦恬恬无讲话。摩西叫亚伦的阿叔乌瑟的囝米沙利甲伊利沙范来，甲因讲：恁来，甲恁即两个亲人对圣所拎出去迎我。因两人就来，照摩西的吩咐，抽迄两个尸体的泡，甲因拎出去迎我。摩西对亚伦甲伊的囝伊利亚撒、以他玛讲：恁毋通甲头毛拍散，毋通拆二衫哀伤，恁才免死，搁免互上主对会众发生气。毋过恁的同胞以色列人，通为着上主发出的火哀哭。恁嘛毋通离开会幕，恁才免死，因为恁是互上主抹油设立的。因就照摩西的话做。上主吩咐亚伦讲：你甲你的囝入会幕的时，无酒厚酒拢毋通啉，恁才免死。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，互恁通分别圣也是俗，清气也是无清气。搁互恁通将上主通过摩西命令以色列人一切的规例教示因。摩西对亚伦甲伊所剩的囝以利亚撒甲以他玛讲：恁用火烧献互上主的素祭所剩的，着伫祭坛边食这个无掺假的饼，因为这是至圣的。恁着伫圣的所在，就是会幕的埕食，因为这是用火烧献互上主的祭物中间，你甲你的囝用得的份额，这是上主予我的命令。药价献互上主的胸坎目，甲牙悬献互上主的大腿。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拢通伫礼仪上清气的所在做伙食，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平安节的中间，你甲你的囝用得的份额。因着将牙悬的大腿、腰架的胸坎目，甲用火烧献互上主的祭物的油做伙带来，摇摇的献互上主。这个永远做你甲你的囝用得的份额，这是上主予我的命令。后来，摩西急要找迄只做赎罪祭的山羊犅，哪知已经烧去啦。摩西就对亚伦还活地的囝以利亚撒甲以他玛发受气，讲：既然祭物的血无带入圣所，恁就着照我的命令食。亚伦对摩西讲：今仔日因伫上主的面前献赎罪祭甲烧化祭，毋过我有拄着悲惨的代志，若食赎罪祭，上主减会欢喜。摩西听了嘛感觉合理。遵照上主的心意服侍。服侍是基督徒对上主呼召的回应，
若是学习用上帝喜悦的方式服侍，是服侍者必须在意的重点。伫现代网络的社会中，当教会欠缺同工，老人大发热心，也是愿意挺身出来服侍，拢是求之不得的。不过，有时阵因为服侍者的心态无成熟，伫无搁较认捌上帝，也是误解上帝心意时，伊的大发热心，反倒可能互家己和别人受伤害。今仔日的经文并无容易理解。对一开始的文字讲述来看，亚伦的囝拿答和亚比户缀伙烧香献予上帝，好亲像热心尽职。但是经文却进一步表达上帝的不悦，两人甚至因为安尼丧失性命。圣经学者认为，亚伦的两个囝伫供职第一天，可能毋是用对东坛厝的火烧香，检采因伫献早祭也是晚祭以外的时间，也无遵照上帝吩咐的条例行。经文讲到，因献的是番薯的香火，因为上帝并无命令因献这香火，因严重违背上帝吩咐的条例，因为安尼，互对天降落的火烧死。这个事件对拄进入新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讲，十分的重要。提醒因着辨别圣甲俗，知影什么是礼仪上洁净的和无洁净的。这个事件记载伫关系祭司这份的条例之前，提醒祭司虽然是圣职，也要按照上帝的旨意行做，毋通对家己的意思来侍奉。对着人工智慧时代的来临，教会也不断面对新的挑战。教会是信仰团体，需要对时代进步提出新的宣教策略。带人归主，总是一切更新甲改变，必须符合上帝设立的初衷，用圣经做服侍基础，才当符合上帝的心意。有时阵，人想要用家己的聪明才智，也是现代科技来服侍上帝，这拢是通思考的。但是必须留意的是，咱是毋是过度使用人工智慧，无经过信仰反省违反上帝的命令，却无自知咧。对人的角度来看，拿答和亚比户的事件，上帝哪像严厉甲无通情理？实际上，用敬虔顺服上帝，也是简单想利用服侍来合理化家己的行为，这是有真大的差别。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，候选人川普伫造势场演说的时遭受枪击。事后伊向媒体讲 ：“I had God on my side。”这句话通理解做上帝踮我身边保护我，也通解说是上帝徛踮我这边为我背书。总是这两种是完全无同的信仰态度。尽管川普最后当选，但若就此认为我所做一切，上帝拢徛踮我这边，这种态度并毋是上帝所喜悦的。希望透过这段经文的提醒，帮助咱徛踮顺服上帝心意的立场，忠心来服侍。默想，上帝对我的性命有甚物特别的计划？我安怎回应这个计划？上帝对我的性命有甚物特别的计划？我安怎回应这个计划？咱做来祈祷，掌管性命的上帝，
我相信你伫我的生命中有一个特别的计划，是值得我用一生去追求甲实现的计划。恳求你赐智慧，互我更较清楚明白你的心意，搁遵照你的心意来服侍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